好，老师呢今天要带来的是呢味噌腌萝卜。先请问老师哦，我们白萝卜现在品种很多嘛，像现在很流行的很长的，对不对？然后也有我们台湾版那种胖胖的，那也有现在呢，我看到那个宜兰的有机农哦，是那种小小条的，好像人参一样的。那请问一下，怎么样的白萝卜适合来做我们今天这一道呢味噌白萝卜？其实萝卜的话来讲的话，其实到现在的冬天到我们过年前，其实都是旺季，所以其实白萝卜很好挑。但是我们这个是做的是腌萝卜，其实我们不需要选太大，因为太大的它比较适合做炖煮汤，所以萝卜基本上有分上段跟中段跟后段。那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在做腌萝卜的话来讲，因为它是味噌，所以我会选择是萝卜的前段跟后段，中段我不会选，中段是拿来做炖煮，那前段有带一点点辛辣感。好，所以等一下我们在吃这个萝卜，你会注意一下，我们的前段跟后段基本上就是辛辣感跟凉拌，前段后段就是做辛辣跟凉拌，中间是做炖煮，所以中间这一段我并没有取用它。所以如果你去买萝卜，你也不用买特别大的，买中小型的就可以了。什么品种都 OK， 都其实是可以，因为台湾现在就是当季，所以很好买。对，但是呢，老师你知道白萝卜，有些人说，要怎么挑白萝卜？要这样子，像我们看吃这个西瓜一样啊，如果嘣嘣嘣声音特别大声哦，好像那个肚子很大这样空空的话哦，那就里面比较容易纤维化，是这样吗？是没错，就是你真的不用选太大啦，因为我觉得其实像你刚刚讲，现在很多的小农是诉求它其实真的是如果是有山栽种的作物或当季作物，它不会长太大。长太大其实是不太合理的。对，因为我看到老师今天这个白萝卜呢，其实我是长得很比较透明一点。对，这样子的腌萝卜一定好吃，对不对？对，因为我们昨天之前在家里有试过，其实带一点辛辣感。因为我就取了前段，等一下可以试试看。好，所以我们今天来做就很简单，因为其实在家里做，其实我们这次想要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家庭主妇其实可以利用前一天晚上或者是假日，大概就是10分钟时间，然后把它做好之后放冰箱，然后放大概6个小时到10个小时后，隔天就可以用它来做凉拌，或者是也可以用它直接变成是炒鸡肉的基底，一个煮菜的基底。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做变化。所以第一件事就是第一个就是要腌一定要是盐巴，盐巴一定要是怎么样？就是先下去之后呢，主要是去水啦，就是杀青的意思。就把味道就把它杀青，然后大概是放10分钟左右。所以我们刚刚的盐巴只要大概丢一些的部分，然后大概丢10分钟之后，我们就要让它出水。好，那因为我们现在今天的一个作业的部分来讲，我们就等一下就是直接进行，好，直接进行。然后第二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就是要加入糖的部分。是假设啦，我们这个已经出水了，对，我们已经出水了，水是不是要丢掉？水要倒掉。要不要用冷开水把它洗干净？其实不太需要。其实我自己是没有在这样做，因为我觉得其实本身萝卜它有一个它自己本身的鲜度，所以就不太需要做这样子。然后就再加了糖的部分。然后因为我们刚刚的水已经出完，我们现在示范完之后是直接加糖，其实它是比较简单的。那因为什么要糖？是因为味噌是咸的，刚刚之前我们都有讲过，所以它一定要带一点点的糖。那糖的话，基本上是选择白砂糖，因为颜色会比较漂亮。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味噌跟味淋，就大概是这个比例，大概就是2匙左右的。味噌也是白味噌，白味噌。然后我就是觉得不太需要到用红味噌，红味噌可能咸度会比较高。那我们如果要咸度高的话，你等下的糖又要加更多。然后2匙左右的味淋，好，其实比例都是差不多。然后2个这些东西再完成做一个拌的动作就可以了。好，这个味噌腌萝卜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的一个腌制品哦，就是因为我爸爸他很喜欢。我觉得是非常传统啊，老一辈人他们非常会腌那个味噌腌萝卜。那当时我们的萝卜我们没有切成这样子片了，我们都是整根对，其实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就是说可能它静置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然后呢以后吃的时候就像日本人一样嘛，就是一片一片的，然后吃起来这样烤，我觉得那个口感呢真的是。尤其是我们都是自己种的，对，哇，就觉得好有成就感啊！从撒种开始，对不对？对，然后到收成，
冬天为什么是白萝卜呀？哦，冬天白萝卜第一个是季节，然后另外一个其实萝卜基本上它有补气的一个功能，在中医里面来讲，就冬天来讲其实是有补气的功能，所以那你也可以注意看白萝卜它在产完之后呢，大量的比如说你看韩国像那个地方或者是泡萝卜这些事情，他们其实都是在冬天做。为什么？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少数在冬天长出来的东西，可以借由腌制发酵的方式去正确的储存，它就可以过一个冬。所以有时候那个物产其实也反映了一件事情，那时候我们应该怎么生活。对，其实真的都是好像设计好的一套那个程式哈，我们就跟着这个轨迹走哦。那我们像刚刚这样做完之后，其实非常简单。其实我们刚刚因为如果有出完水之后，它效果会更好，所以它会更脆，所以就这样就可以放进冰箱，放1个晚上。隔天早上起来，基本上我们大家就有一个完成品给大家看。OK， 然后还可以再做变化料理。那我们主要是让大家就做好一个常备菜的概念，然后可以在家里随时变化料理。那老师，请问一下，这个如果说我不要变化料理啊，我就是要这样子吃，你觉得最好的吃的时间就是说腌制几天之后？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要看你喜欢的那个浓郁度，因为如果你喜欢它很浓郁的话，就是2到3天。可是我个人没有喜欢那么甜的东西，或者是味噌咸的东西，所以我基本上我隔天就会用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家庭主妇其实很忙，真的没有办法等2、3天。就是我觉得做很多事情是要能够隔天正确的使用它就会变方便。所以我建议隔天就可以食用。可是它这个可以放在冰箱，大概是放1周都没有太大问题。那2到3天会更入味。